酸苦瓜是一款真有营养的菜色。花莲农改场甲主济大学合作，用10天时间推出新品种的机灵酸苦瓜，改善果子伤细粒，采收搁高工欠点，要互酸苦瓜嘛会当摕来做加工品。 酸苦瓜是原住民的特色作物，毋过因为果子伤细粒，采收搁费工，一直拢毋是摕来做加工品的选择。但是花莲农改场用育种的技术，互酸苦瓜脱种，会使大量生产。研究员表示，因是用超过10年的时间去做研究，推出3种机灵的苦瓜。我们进一步的去改良，第一个是它的产量，第二个是它的果型，让它可以适应我们现在苦瓜真正的这种像蔬菜的运用方式。食酸苦瓜对健康有帮助，一般人拢知影会当调节血糖，毋过即摆新的花莲6号、7号会使保护腰子的细胞，花莲8号会使压制黏癌细胞的发展，这拢是和主济大学生命科学系合作的成果。我必须要说，这几年我这个跟农改场合作的6号、7号、8号哈，他们有很特殊的。 我过去没有发现的一些功能，包括肾脏的保护、苦瓜的这些饮品哈，它有可能在我们的肾脏的保护上面哈，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哈。即马酸苦瓜大部分的加工品拢是用苦瓜干或者是苦瓜茶来行销，为着让消费者食酸苦瓜更加利便，也推出发酵的饮料。无同的产品拢证明同一件代志，就是咱台湾的农业技术一粒一。记者柯家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